大家好，我係海力布。我同大家講一講而家嘅最新嘅俄烏局勢同埋嗰個所謂嘅國際刑事法庭對普京嘅嗰個戰爭罪嘅所謂嘅裁決。因為而家呢，就美國同埋俄羅斯之間就進行咗嗰個俄烏戰爭嘅談判，包括美國同埋烏克蘭、美國同埋俄羅斯之間進行一種密切嘅一種嘅談判。咁呢啲談判又出現咗嗰個28條同埋19點嘅嗰個28點同埋19點嘅一種和平協議。嗱，佢呢啲協議最終邊一份會成立呢？就我拭目以待。但係呢，佢兩邊嘅人嘅談判呢，就驚動咗呢個所謂嘅係國際刑事法庭啦。嗱，呢個國際刑事法庭係一個好特別嘅一種嘅一個法庭嚟嘅。你睇下我哋而家嘅維基百科同埋個嘅西方嘅 AI， 咁咧佢話咧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就唔係邊個國家發起嘅，而係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嘅嘢。嗱，呢個國際刑事法庭係一個好明顯偏向於西方政治嘅嗰一種嘅政治傾向嘅一種嘅國際法庭嚟嘅。而而家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佢唔係通過安理會嘅投票通過成立嘅一種嘅國際刑事機構，而係通過聯合國大會嘅投票通過而形成嘅一種嘅國際刑事機構。你知一個好重要嘅問題，聯合國大會佢係咪一個冇約束力嘅一種嘅大會？因為佢通過嘅任何決議，佢係唔能夠成為聯合國主流嘅具有刑事約束力嘅一種協議嚟嘅。但係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就係通過聯合國大會而唔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而成立嘅一種國際嘅組織。你知道聯合國嘅規則就係聯合國大會通過嘅各個決議係佢係冇強制力嘅。而只有安理會通過決議先至有強制執行力嘅，但係呢個國際刑事法庭係通過聯合國大會而唔係通過安理會而成立嘅一種嘅國際刑事組織。而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呢，就強話呢個普京出兵烏克蘭嘅呢件重要事件呢，就將佢定義為俄對烏嘅侵略，並且構成咗侵略罪同埋戰爭罪。咁咧，佢係要進行對普京進行逮捕同埋制裁。當日俄羅斯政府就話呢個裁決係冇效嘅，俄羅斯唔會執行。嗱，俄羅斯咧淨係話呢個裁決係冇效嘅，佢唔係話國際刑事法院係完全係一個冇意義嘅一個國際刑事組織，而係話呢個對普京嘅呢個裁決係冇效嘅。所以咧，俄羅斯對呢個國際刑事法院佢係一種即係有利於佢嘅，佢想有利於佢嘅，佢可以同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合作，但係不利於佢嘅就堅決不執行咁一種嘅態度，而唔係對佢堅決嘅反對。所以普京呢個人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問題嘅一個人嚟嘅。普京基於佢國家安全，發動2022年呢場嘅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咁英勇嘅行為，而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就將呢個行為定義為侵略罪同埋反人類罪同埋戰爭罪咁樣嘅一種嘅裁決。但係普京係只係對佢嘅一種制裁同埋對佢嘅一種刑事嘅裁決堅決反對，而對呢個國際嘅刑事法院佢係完全唔堅決反對嘅。所以呢，我哋普京呢個人呢，實際上都係一個非常之腐敗嘅一種嘅總統嚟嘅。咁特別嘅問題啦，佢將普京呢個維護佢嘅國家、民族同埋戰略安全嘅呢種正當神聖嘅行為，將佢定義為反人類罪同埋戰爭罪，或者侵略罪。咁我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普京咁有勢力、咁有權力嘅人，甚至會俾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咁嚟蝦飯，係就總之咁俾西方列強咁嚟蝦飯。咁我問你聽下，如果假如
嗰啲咁樣嘅中小型嘅國家，咩伊拉克嘅菲律賓啊，呢啲咁嘅國家，如果假如佢同美國 say no 嘅話，咁佢嘅代價係乜嘢呢？呢個問題可想而知。所以咧，而家我哋嘅人類社會嘅主要秩序呢，就唔係上帝耶穌講咗算，亦都唔係觀音菩薩同馬克思講咗算，而係由北約國家同埋西方國家完全控制住嘅一種係世界嘅主要嘅規則。即係咧，你只要同美國嘅政見對立，你就係獨裁者，你就係法西斯，你就係反人類者。將啲普京咁樣嘅人都會受到啲咁野蠻嘅一種嘅欺凌。咁我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一個全球 number one、number two 嘅核強國，都會俾美國同埋西方咁嚟蝦飯。咁全世界有邊個國家夠膽同埋美國分庭抗禮？邊個講對美國 say no 呢？美國呢個國家係非常之霸權嘅一個國家嚟㗎。普京都會俾佢咁蝦飯，咁我問一個好現實、好現實性嘅問題：咁我全球人類有邊個國家有能夠同美國拗手腕嘅呢？可唔可以有邊個國家能夠同佢，即係能夠同佢一分高下將佢打敗嘅呢？我喺而家全球嚟講，冇一個國家能夠有效咁樣將美國呢個惡霸嘅形勢，將佢一腳將佢擊倒。原因就係唔係美國呢個國家好受歡迎，你美國呢個國家非常之唔受歡迎。但係問題就係普京咁嘅角色嘅人，咁嘅實力嘅人，都甚至俾佢咁蝦飯，都唔敢 A。咁全球當中邊個國家敢同美國分庭抗禮，敢同美國將美國呢個惡霸將佢一個將佢擊倒先？有冇一個國家咁英雄嘅呢？我哋人類歷史上面只有一個國家同埋民族能夠做到，就係我哋毛主席同彭德懷呢啲中國人民志願軍。歷史上就係將呢個聯合國軍將佢擊敗。我哋嘅前國家主席係能夠做到呢一點，但係而家呢個時代之下，而家普京啲咁優秀嘅政治人才、軍事人才都會俾美國同埋北約咁嚟蝦飯。咁我問一問全球當中今日全球當中邊個國家能夠將美國呢種惡霸形勢將佢一腳將佢擊倒呢？有冇呢？經我呢個專業分析師睇冇。咁呢啲唔係美國嘅民主，呢啲唔係美國嘅自由，而係美國嘅黑暗，而係世界嘅政治嘅腐敗。美國可以將俄羅斯普京佢發動呢場俄對呢個特別軍事行動，呢種英勇維護佢國家主權、民族主權嘅行為，將佢定義為侵略罪、反人類罪同埋戰爭罪，而且以國際刑事法院嘅方法去逮捕佢，去制裁佢。咁一段，咁呢個世界係乜嘢世界呢？因為普京同佢國家都唔能夠自保嘅一個世界，咁呢個係乜嘢世界先啊？呢個係東條英機最推崇、最夢想嘅一個世界。所以呢，我見到呢個所謂嘅國際刑事法院嘅呢個所謂嘅法官，佢講嘅呢一套所謂嘅正確嘅道理嘅時候，我係心寒嘅。我有一種預感。就係將來我哋啲人類社會好可能係會俾一個東條英機、墨索里尼同埋希特勒咁嘅人完全控制住嘅。有普京啲咁嘅人，普京咁有勢力嘅人、咁有才能嘅人，都會被定義為戰爭罪同埋反人類罪。咁邊個夠膽同呢個國際法院背後嗰啲黑手拗手關啊？亦都係能夠拗得贏佢呢？我經過歷史嘅分析，就只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係我哋毛主席同埋彭德懷元帥呢個民族同埋國家。但係我而家嘅習近平主席，其實係冇心同呢個不義嘅國際刑事法庭拗手瓜啊！咁因為呢個好嚴肅嘅問題，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嘅背後嗰隻黑手係非常之厲害嘅，佢係比東條英機、墨索里尼同埋希特勒更加之狡猾嘅一種嘅新一代嘅法西斯。佢唔會俾俄羅斯以真正嘅安寧同埋和平，更加之冇可能俾全球人類以真正嘅安寧同埋和平。
咁我問一問，我哋全球有邊個國家能夠同呢個國際刑事法院背後嗰隻黑手拗手㗎，並且能夠拗贏嘅嗰個國家係邊個呢？我好希望我哋人類出現呢個咁樣嘅偉大嘅國家，呢係我哋全世界人類嘅希望。好啦，對於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嘅呢位呢個最高呢位首席法官佢嘅呢個談話啊，我哋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先談論呢一度。將來佢更加之荒唐野蠻嘅事情，我再跟進佢哋嘅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相關嘅分析。